错风若是卖的眼睛，伊给你留起条街。天天加油不去铁架，感受都市各种的存在。上帝的几行茶，最暖万年。脱下披衫的西来爱去奈比，铁闸门风势高涨海黑伊，敢拥有了爱情。红灯前停下了脚步，停下边的路路。用下等等桥等作戏，咱哋大家一样心情，路人甲伊行不同的路，伊劝世学生狠狠听念书，摕赞摆下看无阳光的伊，爱依旧的天台。嘿，我爱一杯饮生意，我走上婚姻，让我思念色了满心，转眼后擦眼你，不用爱心事，告诉娘母子，用最自然的方式。哎呀，我是讲，我提你咩？天天无忌，乾坤加法，好来，切，有冇给我装死？胖吧，我睬你，切，讲嘛，我讲嘛，切，哎，啊，孙条，我记得，不念小黄瓜，哟，安啥子啊？要是穿到位。就已经跟伊讲，福建嘛原油会要做鬼屋用的，你记得？哦，唔免挨哦，迄个啊，几个啊？要用。系啊，小黄瓜跌睇咧。对啦，莫按泰山讲出来啦。哎，马东是做唔得太常讲啊？哎呦，那按西山讲法就通得到。看也专用的出啲的。安尼啊，无讲少人家看得到，强。唔讲啊，都在马事情。做伙。哎呦，马个事情讲起来又急吵，马事情按头痛也咪讲唔得咧，出哪个酸头天？也唔免嘛该讲唔得啦哈，就会，阿贵个安叫啊，身体唔蛮好啦哈，咩嘢痛啊，这个痛啊，就会啊，小花嘅门，为什么？错，冇唔错。你马东西，佢做小花问题，马讲唔得。也唔免单枪小花嘅问题啦，就会个人讲啊，身体大事啦，较好啊，出嘛，做啲加强嘅免疫力啊，加强嘅体力啦，加强基材啊，加强嘅有冇？加强还有嘅乜嘅？唔是讲咧，挨啲咧。啊，唔啲？唔只讲加强嘅体力咩？怪唔得头痛也咪讲唔得，凊彩男人嘅问题。啊，强哦，但是主要难免人的问题啦。人讲嘅身体啊，1日练腹肌749了，练腹肌749日做乜好咧？系嘛？哎呦，六嫂，我爸爸母子母变啊，重来。能去啊，安子先哈。阿兰，其实免想要去找问题啦。哦，全部人哋讲嘅语言冇一睇到。讲啦，面子都他还是错开啦。对啦，面子全部阿爷，样嘞？那一生嘅命上吼，就本破特的，我南边也冇偏，叫阿兰我被团就讲错，哦。我是味道唔好啊！今晚日3更半夜去咱伊遮按到酸甜，无样讲啊，叫我尿到，无上好拿阿兰子讲，唔拄到鬼啊！冇再讲这句啦，冇再讲的啦，唔讲鬼啊！那冇讲再讲个鬼事的啦。你即个唔俾我讲，错过。外国人友好，你更友好。古今中外啊，咱讲啦，天天无极，乾坤加法。看到无？迄阿斗鬼迄强的法，你了未？莫要强上错啊！唔是来哦，啊，发现吗？哦，冇啦。无错，咱做按多，冇飞了。啊，冇啦。
我有心啊。贵哥，我啷讲啦？你阿穿啊，就挂好些来，双鱼啊，保证一高烧到天高。好，还什么呢？尿啦，你尿来啦。俺不头，俺不听声。无啊，我讲酸甜，拜拜。甜。下班真啦。对啦。八门哈。因你个店方里头有个嘛个心经啊、佛经啊，完了圣经，哎呀，还那个可兰经。我呢，我看到。感谢贵这他父母差咯。唔咩，迄也贵数啦，咱哪里用嘅？有嘛噶？豆腐叉。哎呦，唔咩啦，咁咪讲也贵数啊，佢嘛个看到嘛个无枪你嘅啊！我讲到嘛是毋是都咩强强嘅呢？爸唔是笑啦，又看唔到。用啲。爸，有人讲为人莫做亏心事，半夜唔惊鬼敲门。还有啊爸，还有八公啊。哦，有北公吼。哦，晓。北公，有北公，了迄种唔惊嘛个咩哈？嘿嘿，有冇嘛个技术做的，有冇？哎呦，好啦，让请啦。北公，你有时请嘛贵，冇请嘛？肚子动摇啦，煮了煮泡面啦。我爸爸对我做的可牛个啥？空鬼你嘞，肚子摇都快死呢。空鬼你的你。哦，那今天他办不认识的。不要紧啦，煮泡面就好了。哦。哎，该迄个鸟爸等下肚好转了，来看喏。牛面都好好生个弟啊。没啊，哎，鸟爸转来了。你哪把转来了？我娘泡面摆较切的喂，较强。哥哥，俺做手转来了啊！个，俺念书交代讲爱分呢。哦。咩冇人客咧？跟任死人撳咗來冇啊！頭先要躺到嗎？手冇？冇躺到。奶蟲，也冇嘅電視節目，我播出誰啲啊？咩？我躺到人躺喺個鋪門關門上，唔夠冇躺到。兄啊！真係冇躺到。哎呀！做咁樣係自家一世人躺到，哎呀！做咩啊？等下要破冰啊！道德經啊？哪有的嘛？中華幫係道德經。
做嘛？我想上當阿 Peter。我每都嚟去做啊。我要一看見，我係要做啫。 Peter， 小声一点啦！阿元叔叫我不要讲哎。那阿贵有没有看到那鬼长什么样子啊？听说好恐怖呢。男的女的？不知道哎。漂不漂亮？这个很难定义耶。 不可以说出去哦。如果要说出去哈，就说阿元叔说的。嘿，你看唔錯噶。比來比去。 幾數啊？一開始沒想講，嘿，看唔錯誒。不過等到佢鼻到佢面前，比來比去。鼻到佢面前咯，一看到佢面，我做安樣啦。好得驚哦！佢記有結果啊？哦，你講清楚。講病人講保安是高差，我頂唔驚啊！你有看到？冇啊，聽人講，乜人講的？阿添講嘅，阿添有看到？阿添講，方宇講嘅。阿添，應該係真勁嘅。阿父，我係信你嘅。邊係冇事情啊？人講老兵八字輕，東非丫頭誰嘅事情？伯公啊，我聽說一下，4年前總統一片的規模啊，我唔免愛搶伊的座位哦，我驚啊吵到伊，你隔壁莊的人哦搶因退的座位哦，伊聽到退的講個清楚啊，規總統的人哦，伯公啊，喊我阿夫哦，你邊來講，規總統啊，他個驚啊有位。阿夫哥。 做埋啊！你頭堂嘅講法，通冇？啊？哪有？我心肝拄嘅事情攏本堂到嘅，通冇？冇啊！我家下對點地度啊，真嘅冇？冇。冇事情。小心火燭。啊？哎，阿富哥。 伯公啊，家富哥啦，講馬雞，做地留嚟講。啊，馬雞，做地睇心嘴冇？啊！清明清明，廿幾個就安。啊，跟住跟伊落情嘛酸頭，所以阿貴都面熟，看到鬼啊！看到鬼哦！啊，咁啊暗號是在看到鬼，媽媽當場看到呢。過來咧，阿姨媽，過來。唔聽到聽乜嘅啊？佢突出按有精神出好誒。做咩講？看到鬼啊！哪知道可以看唔錯嘛？哎，對不起哈，哦，你們怎麼都還學不會啊？我坐在這裡，啊，你們聊天就應該要講我聽得懂的話啊，不然等一下還要再解釋一次，不是很浪費時間嗎？
那你时间不是很多，闲的。就是有时间才听你们在这边聊天呐、所以你们刚才在讲什么？请再说一次啊！就是安元叔啊跟阿贵他们都要算阿怕鬼，可是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哎。你用三雄公斤汤在说了？哎呦，我听得懂啦。我觉得哈，阿贵叔应该没有看错。给真给汤在说嘞？你怎么知道啊？就那天我要下班的时候啊，他匆匆忙忙跑到我的卫生所，然後跟我说，哦，这里好痛，那里好痛，死都不肯回家哎。看样子真的好恐怖哦。阿贵的经验，伊想动态淡唔当错啊？哎呀，竟然伊想动态淡嘛？好啊，你有同我爸讲呢，佢讲细死嘅，唔讲咧输有结果，佢抢港拍啊。哎呀，就没讲，我还记得他小时候哦，我们一起读书，他把那个水缸打破了，一个同学救出来呢。还有，我知道这个是戚继光的故事，乱抄。司马光。哇，阿爷，我这么不负你了嘛？没啊，记得是水缸救人啊。我没有乱讲，那个鱼缸啦，校长的鱼缸啦，被他打破哈，同学全部吓得跑光光哦，只有他没有动，他很冷静，连叫都没叫，没有哭哦。啊？这就叫英勇哦。我觉得他应该是吓呆了。我看到这次非同小可，那个女鬼可以把他吓到，表示那女鬼一定很可怕，对不对？好可惜哦，是个女鬼。如果是个男鬼遇到我这种正妹啊，一定可以在这里上演一出凄美的人鬼恋，好浪漫哦！更鬼咧，土台湾山你还会做嘛呀？还没聊，很好。哎呦，你看，我们跌下来哦。很强哦！等，莫大嫂，还没吃，你还没紧张呀？好，莫大嫂。你真嘅动作先呢？迄讲本夜班真嘅去补习班，唔老爱哦，就死嘅。哎呦，等于真的怎个讲啦？你几时开始练牙呀？错不样补啊，哪很多粒本来还那是铁啦。不错，还自家特减防度啊，憨特练俩，一生气哦。对，你是一生气啦。起来，那是啊。起来啦 ！Turn around。很忙啊。立天呐！哦。噔噔。他太条条的啦，唔讲係做的。可以來哈，唔可以咧認錯咧。可能從頭本日年紀到基本日，出咗啲都暗號，都有個向嘅發展嘅。冇可能啦。有冇可能哦？那把嗰種人因為唔知，除了做生意以外配啲事情就係費事，像係那種費人、費時間，來啲那種費功夫。唔會啊，一生氣呢？生氣是生氣，你係要做唔嚟做飯食。用做唔得，跟頭本日係咩事呀？食到爆逼逼咧。哎呦，唔點解咩嘅意思啦？我爸嗰種人，哪有可能本來去做呢種條路？我冇可能去做嘅乜個街頭藝人出毒啦！這種條路落冇好曬，我爸要刺死我啦！唔會啦 ，Trust me, you can make it. No, I can make it. 奇怪呢，怎么都亲我啊？咦，你亲乜解啊？
相机啊，你用那位咧，总好听哦。我都抓到啦。唔放喺便当袋里啦。啊？那位用我介红啊？基本嘅下課時間，我看到樹檔有濃墨蔥，喊講喊你影相後面要去扣下翕相，喊佢嗌老翕相呢，唔記得咧？我唔記得咧。超好啊！安尼同啊去欢喜拿相機，安尼吼，安尼都是在去欢喜民宿探險。民宿探險。你想去千貴哦？公園啊，哎呦，你要去到嘛該哦，那係去到貴，安尼都威風咧。安行咧呢？唔會啦，我上水冇咧。晚安。唔好去硬是硬去咧。你講嘅戲都會響呢？安尼同下去啊？哦，哎呀，等等，呀！係啊，我看。好，自己看。哎呀，眼看咯。係呀，你自己看啊，邊個？哎呦，真的，麻煩上去買飲水喎，我哋都做乜計啦？阿毛蛋啊！收证。到了。哦，谢谢你啊。干嘛这么客气？没有啦，我是想，都是因为我加班太晚，还都用警力护送我回去。我觉得怎样？以后还是不要这样好了。为什么？我担心你这样会被别人说话。我有什么好说的？说你公私不分啊。我只是巡逻路线，和你回家路线刚好重叠。刚好重叠，不是特地啊。特地刚好重叠，也刚好特地重叠。警民之间本来就是要相亲相爱，警爱民，民爱警，警民一家亲，合理。什么爱不爱、亲不亲的，你这人讲话真的很……怎样？我要进去了，谢谢你啊，晚安。晚安。谁？谁？给我出来！蛮好了。哇，这次看真係多才多艺呢，连目妝都曉啊！唔過哦，你係咪想到我人變做乜嘅 style 呢？哎呦，係啊，你是為了讓變做氣質嘅風格，那獨一無二的魅力。我智慧苦心，用你的才華發揚光大。哎，種看你戲藝呢，哎，是冇咯？唔會啦，聽我嘅是冇啦。
因为哦，有那个头脑地图，咱有个度假村未来个蓝图，目标啊，发展个方向，咱要上到迄嘛个方向？欢乐亲子度假村。做多嘅事情啊！哎，所有嘅表演除了口唔了，得求嘅天才得到动好，还有啊，最好嘅吞剑，没有那个练习的咱做的。其他嘅呢，就像个跳火圈，跳火圈跳呢，啊，空中飞人，哇，很赞哦！哎，啊，听说你很多。哎喏，哎，俺想要让我们变做度假村的 super star。哦，那个意思这个，俺迄那边秀场天王就出来嘛，哎呀，我唔知，哎，多个时节啊，你阿爸唔但唱就会认同，还会欣赏你、崇拜你，还会让你做个财神爷。财神爷，财神爷，哎呦，一拜财神爷，发财发财。俺爸听说会以我为荣。好走。杰西卡，啊？俺是谁哦？不是阿姨啦。哎，不是，给俺的去练习了哈。哦，该我去装个设计图哦。哦。我去做设计图。好好。给俺来去练习了，练习。我冇管呢，你有看哈？我按面來講呢，唔點會看到馬街啊！哎呀，最熱烈啦！哎呀，不是講啦。哎，看馬街。不要动，手静下！不是你们两个，是中间那一个。两位小姐，先停手。太矮了。你这家伙，半夜没事给我装神弄鬼，跟我回局里。哎，我没有装神弄鬼，而且是他们先打我的。你活该，谁叫你要装神弄鬼？我没有装神弄鬼，是他们先打我的啊！你活该，谁叫你要装神弄鬼？你是有完没完？哎呦，幾多點喺埋啲吵？呀，阿甜啊！做 Peter 做嘛呀 ？Peter， 哎呦，就让人讲很矮咩？你没事半夜装神弄鬼做什么？有没有装鬼啦？黑俺要给你发个小丑妆啦。小丑。可是现在看起来不像小丑哎，反而比较像艺妓。哪有艺妓那么胖的？俺忙发好啦。哦，你记啊，我吼就撞出去透透气，结果吼3更半夜看到你在用啥，这都拿不下来，而且我还被打。你活该，谁叫你要装神弄鬼？对了，你们两个半夜没事拿着手电筒出来乱跑，到底要做什么？因为依依说想要出来探险，看希望能够看到鬼啊。啊？鬼？怎么会没有鬼？阿元叔说，阿贵叔说他看到鬼了，吓死了。哎呦，其实啊，那是误会啦。
是有一个女房客没登记。没登记，所以她没有带证件，好不好？而且重点不是这个啊，重点是啊，有人没有跟她收钱。你讲什么重点啊？重点嘿哦，唔敢老阿爸讲啦。我唔敢老阿爸讲，那是因为你呢。迄讲哦，我本姨妈都有要无事情哦，哈？我是迄不伊妈都伊关系的啦。我就讲啊，伊做甲公务人员最适合的。唔难讲，我可能靠我们公务人员特好反死嘞。我好唔去，唔要去嘿。当然这个检缝地图，唔是在做马东西啦。检图一抹了，你嘛抹电视看抹个电路我搞，结果你抹个嘛按摩一样，多骗人的呀！我懂生意看，哪怕有来抹。你生意，你几时懂生意啊？你生意不要就碰落去，啊！睇上半日白头都硬骗佢講，我冇通到，乜解？我冇通到，當貼誒。凊彩啦，反正吼，今日相信講馬其實是嘛解啦。我講乜解就是嘛解，咁一定係怎樣啊 professional 題目啊？怎樣都連安全都唔記得送來。安全無事都冇用，一錯無事都冇事啊，係咩案例？難怪我有宵夜強調，我都冇騙你。冇好啊，冇就會大批了沒啊？哎呀，咁你咩充電嘛？充電吹，唔就扛一位冇啦，聽懂沒啦？啊？听懂啊？所以阿贵叔有看到那位女房客，里面没登记，也忘了收钱，就说没看到这个人。加上阿贵叔又在房间听到奇怪的声音，其实这个声音是 Peter 弄出来的，而且杰西卡又睁眼说瞎话的说没听到，阿贵叔就真的相信自己见鬼了。是这样对吧？ You got it。这样讲你也听得懂。佩服。你两三人做出去，妈妈要接受嘛？都圈圈人啊，唔是笑啦。今日三更半夜，两只小妹做出去，拄到反应怎样诶？有人欺负我，我都帮佢好看啊！走讲，我用問你順。阿姨，我都點錯你啦，歹勢啦，本顏色哦。好啦，我會乖乖偷不卡啦。好啦，乖啦，點啊？請問，其實，出來啊！出來啦！掉噶啦！殺！4、3、2、1，可以啊！右邊，啊！動作 perfect。真嘅啊？我呀知道你的 style，以後。跟落去記錄好表演。嚇？你記錄好表演？係啊。我唔敢啦。我敢唔敢？之前見你哋大概溜丁唔係得到以後咩？可是我自己練習的啊，在配音面前，我唔敢啦。我該騙你面前，我唔騙你呢，我就知道一招嘛。真嘅啊？雖然有5%嘅漏接率啦，不過對個新人來講，已經當真當優秀嘅啊。不過迄講吼，的確不能笑啦，唔會。唔會啦，跟住太放蕩咗嘅，咬起來，記住講嚟，得，太搞笑一本，叫你嚟做。真嘅啊？好。哎呦，相信我啦，唔聽錯做的，加油！好，加油！你下可以嚟演到，還用演到？哎，安樣咧？哎呀！你真係同事，一下我去表演嘛。好，就去啊。OK，來啊。好啦。不要一光是
就是这样。所以遇到鬼是假的。你看，恶人无胆，活该。那天呢，他就走进来剪头发，念个见给祖母中医啊，害我想说，天哪，我是不是入错行了？好了，现在真相一个大白，哎，佮听说嘿这家洋鬼又唔敢老爱讲啊，所以就随便找个借口留在我们这边。体败有人啊，嫌爱见个跳人毛啊！给体白啊？错。安多些还有体白，出差啊，懂难得咯。咩嘛哥哥？嘿哟，嗨，莫按改。讲嘛干？冇啦，不过我知道个阿姑说哦，讲到安样，常常啊，出差要当菜公呢。哼，活该！谁叫他得罪我？啊，一家做的事情吼，一家收尾。哎，这么短的时间，你怎么睡着啦？你们讲的我又听不懂，不睡觉要干嘛？很无聊哎。那你还有什么事要跟我们说的吗？啊！广场有人在表演。什么表演啊？小丑的表演。怎么会有小丑？好像是什么街头艺人啊。好看吗？好看啊！不然我们现在就去看呐。我有答应让你们休息吗？好啦，一起去看。妹，爷爷杰西卡带来呀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Peter 娘子啊，就要带来很精彩的。Peter， 早上鼓励鼓励。Peter 啊。从六本啊，做自己会每天都发心呢。但就好在有爱发现到他的天才。你要不要攀嘉年华？No， 呀，Happy 到当摆个欢乐亲子度假村哦，做个示范表演。哎呦，我没有想到 Peter 哎，好厉害强哦！阿媽 Peter， 哎，佢睇頭都咁強嘅，對吧？Jessica， 哦，我按燕燕從嗰邊上行過來吼，就看到邊按一堆人，哎，見到都做嘛？哎呀，做嘛散的咧？我哋個拍伊個宣傳發通啊，做啲效果嘛，你看人龍都會看到妹妹。哎，初我頭先看到有一隻阿厝到咧，哎，背面嘅同學，哎，見到前牆來，也做哪喏？伊來搶出來。阿厝到。係啊係啊。我新唱個志工啊，藝術家吼，冇拿錢的啦。哦，安樣係冇，啊做哪？伊來請出來，叫伊來請出來。好，我請佢。好。哦，懂好，我做好藝術家，啊有才華，又很做志工，哎，冇簡單，懂好。優秀呢？優秀？你知道哪一優秀？從細到大都冇按到過啊！阿爸，這夢，Peter，
Jessica 是差很多呢，阿贵是每一片都爱用去，伊就无欠呢。但是由于早过偏爱来做变面呢。不过，嗰部分 Jessica 冇講。冇講乜㗎？應該講吼，喺阿貴叔冇門。錯啦，阿貴阿叔啊，一直唔敢講離婚事情，一天吼唔敢結婚啊。嗱，可能就係因為對阿貴叔一看到有乜嘅賺錢嘅事情，咁乜嘅鬧鬼唔鬧鬼嘅事情呢，一下子唔記得了。嘿啊，人啊，一旦好錢啊，乜個定樣誒，全部都唔記得咧。係可能嘅自配哦，比嘅鋪誒還更友好呢。酷嫂穿太前嘅法算我用嘅啊。係唔係以為住喺咩鬼咩怪啊？敢講愛行少，鬧鬼。唔會吧？哎呀，講真實啊！主任，你要咩鬼咩怪啦？別做埋啦，水姨。你這樣對我要找你報你自己也在這裡啊！剛走了，夾到一時啊！吃餅乾。阿四樓梯哦。搞什麼？很好吃啊！呢度啊，我本嘅歡樂親子度假村發展得還較順利。我哋 TTV Peter 安排咁多表演嘅場次，個詳細情形呢，如同發本大家資料地位做嘅。我個大家，恁就三傻聽，講大家湯嘢，較專業，較懂型係冇？唔知啦，也係佢啲嘅專業術語。Continue。哦，你還有專業術語啊？當然啦，開會嘅時節啦，各種嘅用詞都有唔同種講法。按佢比論講嘅。比論講呢，係講想唔出辦法，該區運動正在積極研究中。係講資料搞唔出來呢，該區運動遇到技術上的問題，我們會努力的去克服它。做目的啊，就要做你出價工作。原來做安有學問呢。當然 ，professional is very important. Continue。唔過也含冇營收數字啊。呀，夫婦呢？哈，因為遇到技術上的相關問題，我們正在努力的克服。我對你有信心。Thank you。咁呢，大家可能哈，喺個冇乜問題呢，就等佢。等下，唔講個禮拜六1點鐘一場，咁要踢忝？有人會，係是都懂好啊。Jessica 懂腔呢。Peter，上房做。你媽啦，兩個泡麵1+1啲個啦。我去參加那個公職人員短期速成班。意思是啊。冇要緊，媽，最近呢，佢哋邊我去參加公職人員短期速成班，媽。不能拿最後一摔死哦。哇，冇要緊，我都嚟去當咯。哦，你嘅法術好哦。哦，你好誒。哦。嗯。
冇啦，冇過啦，我肚到邊啊？幾點上床？哦，冇過啦，大家，唔記得本錢本呢，所以，唔是啦，廿個錢哦，咁用嚟得，留得啦，做咩做唔到用啊？揸錯啦，唔揸錯，廿個錢用唔得啦，要送來做單，下擺唔是來啦哈，條家，你推欠我哦。我冇欠，記住啊，啲嘅錢哦，唔是的啦。原來你係吃到錢特色哦，冇愛拿到個一些本，不過唔得皮包上來呢，冇同埋叫我一下杯，出隻老人老公啦，做得冇？一下杯哦，唔是，真嘅唔是啦，唔是。銀行好哦。唔是客氣，唔是客氣。我走了。慢頭。唔能走哦。來，跟我講再見的啦。不見。日不做亏心事，夜半敲门心不惊。做乜啦？阿娘警察，恭喜你。食飽誒。安定樣。條家，哎呦，你出去做乜㗎？好險冇事啦。幾條電影哪有什麼要進來？有看到佢哦？我看唔到，還有沒搶名。你唔講係真嘅唔想看到佢呢？送拜啲啦見叫，講家老公對佢唔起。想去連家比哦，上高速公路哦，還家老公把條裝去買呢。那種人吼，我認得到路順吼，看唔該。那個幾年哦？咩鬼哦？我想跳到嘛。做乜啦？冇啦，就當你講晚安。係啊 ，Good night，條家。Good night。報名嘅公職人員考試，我有折扣冇？有折扣冇？我唔知呢。不過啊，你有啥做一件事，聽說會清風哦。係啊，哪個事啊？然後俺垃圾。塞死了，屁了死。就是的。救命啊！叫做乜嘢？哎呀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可能也咁想講嘅，因誤會而在一起，因了解而分開。喂啦喂，冇拖亞丟嘅丟，我被丟啦啊！其實哦，阿富啊剛來這邊的時候啊，就跟現在的阿天差不多，幾乎是一模一樣。看個電影你也跟。報告學長。我只是想把握最後的時間，好好跟你學習。啲藝術家愛到誒，做下發通街總策劃會啦。啊，總策劃？跟搶一個送別會天，還會給辦法嘅啊？
想退過去，萬要人初兩沙三沙五沙，來去天馬。看到是你冇的風景，意外冇少一道，對面嘅生本意，總會講你隻手打招呼。生本意，總會講你隻手打招呼。對面嘅生本意，總會講。